阿美族的这个东西，我就用这个方法来训练他们谦卑的态度。尤其我觉得现在小朋友超没礼貌的，新闻一直在播打老师，哇，好恐怖！可是他们，你看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状态下，因为他们也想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，会带这些地步。然后一开始就在办演唱会，就是用这个那个海边的孩子，哦，这个已经今年第5年了，就一开始规模很小，很小，而且那时候名字还没有调整过，有朋友帮忙，可是那时候。我只是一心的想要做这些文化的事情，然后演唱会名字叫做“为部落青年而唱”，就取一个文化包袱很重的这样，然后你要不要去？我觉得这个不好行销，对懂行销的人来讲，即便我的心用出发点很好，可是你用一个很严肃的名字，你要不要去听“为部落青年而唱”？大家那个，我说你要不要去听周杰伦什么演唱会？你看感觉就有差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差。所以那时候不懂得经营，所以为部落青年而唱的时候，那时候门票只没有卖出5张，而且我那时候选的地点硬是要选在自己的部落，就在都兰。那朋友们，那5个人真的是有够辛苦，他可能车马费啊，就是那钱都被交通费花掉，然后真的进去，那时候我还想象中可能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哇，我这么有心，然后这么大力宣传原住民的文化的时候，应该很多人会来呀，还买了10箱啤酒。然后卖门票才5张，后来就放弃了，没有喝酒，结果他很开心这样。然后调整之后，朋友就把我做成一个演唱会的品牌，叫海边的孩子。然后慢慢的就经营，刚刚 MV 上面有一些画面，就经营我表演，从10个、20个一直到最近应该比较大的，就是有到1000多个，很嗨。给大家看看哦，一场演唱会2个小时都唱母语，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母语啊，大家听不懂，听不懂，那就跟 Super Junior 来台湾开演唱会似的。然后经营2个小时的表演就会像这样。10年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会记得今天晚上的这个能量。现场演唱，这是2010年年底办的一个演唱会，在华山艺文中心，然后当做2011年那场演唱会的宣传，再去给大家看看怎么经营一个2个小时都唱母语的演唱会。就是你看，还是部落的弟弟妹妹啊，可是该有大家会比声光娱乐效果，还是给大家，对吧？还是有跳街舞、唱母语哦，唱街舞。用这个选的时间4月23号，一样的长度。那时间点呢是春天，但是有什么事情是觉得有跟它的气息有关？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风。原住民对风，就是对自然的事情是，非常有想法、法力。就是阿美族的风的意思。我的主题也很简单，属于风演唱会。那个风有在中文的意面上面有一个意象，就是大家变成一个风场。亲爱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这样很好玩。它有点点原住民的幽默，可是大家又听得懂。它可以很一语气息，很曲子的，可是本质上是一语原住民的中文的幽默感在里面。字幕吗？然后字幕刚好又是春天，那就超就很多想法在那个演唱会。其实还蛮难的，那时候自己接受唱母语，然后除了乐团的编制从原来的民谣变成有乐团，然后再来就是有挑战搭配舞者或者是其他的表演的方式。法力阿美族语，可是用书法的方式把它呈现，就有一种奇特的氛围。书法大家都懂，法力是其实是阿美族语的风的意思。这样去经营一个表演，当然孩子越来越多啊，你知道吗？就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就按照以前那种状态，就是只是出专辑，然后办演唱会。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可以多久，所以从去年开始就开始
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孩子他们也会表演的话，那我就带他们出来，给他们一些基础。我们那边都是练田径跟棒球的哦，跟大家印象中的原住民，大概都被那组洗脑了，就是什么纪晓君、陈建年啊，然后姐妹花、浩恩、佳佳都被那组的，他们很臭屁，他们一直说他们用金曲奖杯在喝酒。看不惯你们啊！他们主要站出来看一下，要厮杀一下，让你们感受到原住民出草的气氛，让阿美族来杀一下卑南族。对，我就是栽培这些弟弟妹妹啊，就是他们我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自己出来表演，所以就开始捐了很多吉他过去。从去年开始，去年才刚教他们弹会吉他，这些都是运动员哦。然后就开始写歌了，给他们听，他们今年年初发表的歌。我觉得他们太早想要干掉我了，所以就让他们唱一首。当然，除了让他们这样的创作，因为他们才开始要创作，然后我也开始想说，如果有比较好的，就是他有那种特质，可以办法表演的。因为我的工作是表演嘛，其他的时候你说撒网啊、勾海胆，或者是讲神话故事啊，或者是歌谣，可能我没有那么全部都会。那我觉得我会的，我交给其中的孩子，就开始想说带孩子们出去看看。本来只有带来台北而已，后来觉得好像不满足，自己不满足了，然后就开始办演唱会，然后想要把孩子带出国，很扯哦。从2010年的时候，09年的时候，用海选，你想象一下，部落120几个孩子，然后海选，要选2个要去加拿大这样，而且还有30秒交题。哇！就开始带弟弟妹妹，这2个，一个国中生，一个高中生啊。现在国中生那个现在已经是高中生，打排球了，然后上个月才刚打到全国高中排球联赛第4名。然后选2个去法国，哇！部落有人去法国呢，但是带2个弟弟去法国表演，他们在法国表演的状态这样。然后去年的话带2个去香港。就每年用一点点资源的，就看演唱会剩下多少钱，就开始带这些弟弟。我觉得出国没有干嘛，只要出了一个国，我觉得眼睛就不一样，身边讲的话的语言就不同。只要是加拿大都讲英文，我觉得孩子相对的被刺激。如果他有这样国际视野，他回来像那个打排球的英文就很强。很认真在学，虽然他的专长也是运动，可是其他孩子也是这样，慢慢去刺激他，把眼睛打开。然后一方面，我今年也想要做多一点的事情，因为今年刚好发片，然后刚好有一些资源，我觉得不要只有我好，所以我想要这些弟弟妹妹，因为也可以有机会做别的事情，想要做这个我没做过，快闪听过没有？快闪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广场，然后跳舞，然后5分钟就结束了可是我想要这些弟弟妹妹们离开部落，然后我也离开我自己的舞台，我们去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就是我们穿原住民的衣服，唱原住民的歌，然后跳原住民的舞，让大家感受，就是可能在东区的广场，或在西门町，让都会区的人随时随地都感受到原住民就在你身边。因为太多人把我们神化了，我觉得把我们神化，把我们博物馆化了，就好像我们只能很传统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就我觉得被博物馆被神化，就有距离的。我只是想要把这个事情拉近一点，但一方面也需要这个孩子建立那个自信。他演出来是打赤膊，在东区，如果他敢的话，敢穿原住民的衣服，然后唱原住民的歌，跳原住民的舞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自信。他自信有了，然后他会想要去学一些原住民的，他不会唱的话，他要去学母语，充实自己内涵。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有很多连带的关系出现。我想要办这个，然后再就是这是每年都会办的，也是那个传统文化的教育训练。因为我们讲巴嘎公爱，其实就是讲浅显一点，就是大家认知的国中、高中这个机构。其实阿美族有这个年龄层，我们叫做巴嘎公爱，
他也在学习的过程。以前还没有学校的时候，都是保留学校的，后来被国中取代，现在又有高中，把阿美族该有的那个学校制度给取代掉。所以我在做这个，就是变成趁着他们暑假寒假的空档，每年办。但有2个孩子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我办5年，有2个孩子每年就是我通常都是办完，然后就衔接丰年祭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学会的东西在丰年祭都可以用。然后人家讲母语你听了后是什么要做什么样就懂了，歌谣什么时间要唱什么歌，就因为都学过了，丰年祭直接用。可是有2个孩子每次参加那个训练营的活动之后他到丰年祭他就不见了。想说我花那么多钱栽培你，该做的时候你怎么不见了呢？然后第3年就有点受不了，就把他叫过来，然后2个人好像做错事的无辜一样。为什么不要参加丰年祭？他就跟我讲哥哥我没有传统服。为什么没有传统服？叫你妈妈帮你做传统服哦。哥哥，我妈妈不是原住民，我爸爸也不是原住民。什么？原来你不是原住民哦？整整3年3年，而且想说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？3年，然后都没有来参加丰年祭。后来我也是因为他刺激我，就对我来讲，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文化真的不是血统，而是认同。然后你不是日本人，可是你可以很喜欢吃日本料理，甚至去学做日本料理。你不是韩国人，可是你可以很爱听韩国的流行音乐，或者很爱看韩剧。但一样的，这个孩子，他一样他生长在部落里面，可是他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还喜欢，他想要来参与。在他懵懵懂懂的年纪，国中、高中那样，主动的自己来，我觉得哇，真的很难能可贵。我很希望他好好学习，他的确也学的感觉会比其他的孩子还认真。但如果他可以发挥的更好，就是搞不好他就是下一个魏德胜，下一个吴宝春老师。魏德胜导演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喜欢原住民的文化，他把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故事拿出来，结合他会的那种好莱坞式的拍片的技术合在一起，不得了了。这个电影在台湾，我觉得吓到很多人。吴宝春老师也不是原住民，他做面包，可是他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，做了一个结合，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。一样，我觉得这个孩子绝对有这个潜力。因为弟弟妹妹都一样，他们都是活在当下，比我还要更活在当下。他们有十足的创意去结合他们所会的事情。那我只要在这个年纪告诉他们，这些事情是别人不会的，可是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赶快学。有机会出去外面社会工作，你遇到你会的事情，可能把它结合不一样。我觉得原住民的文化会被更多人来认同、来喜欢，这是我自己期待的。但才5年，最大孩子也不过当兵退伍了，那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然后部落看起来好像只有都兰很多人，我刚才讲就是大概也只有都兰有办法，就年轻人参加文化活动有超过200多位的年轻人，所以我也不要只有我们好，我希望其他部落也会像我们这样子，就是不是看有哪一天有他们部落年轻人自己回去投入，所以带我们自己部落的孩子们去走。看过正头没有？正头不是走台湾一圈吗？背3太子。我想要带部落的孩子们用走的，花东地区都是阿美族部落，海岸线、中部线都是这样用走的。反正都是自己人嘛，就都会讲族语，然后就这样带他们去走走看。好在我们没有上太子，不用背啊。但是我可以带着年轻人的那种活力，给其他部落的老人家看。我觉得让他们看到，他们觉得对未来有希望，就对自己的部落的未来是有希望。然后这个希望放在这些孩子们身上，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力搞不好会不一样。那今年是第1次，那也很想要做这个事情。那差不多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做我自己音乐，然后做原住民文化，就活动的，就这5年吧，算是我获得很多，因为这些弟弟妹妹就帮助我在做唱片这件事情，老板也愿意给我机会投资这样，所以很快就是第2张专辑也要在今年的6月30号这样要发行，然后7月5号、6号、7号有专辑的演唱会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就请投资原住民事情。再讲啊。
不知道啊，我这个心情是这样，我都当兵2年奉献给我的国家了，那我应该其实也要奉献2年给我自己的族群，甚至给我自己的部落。我都缴那么多税给国家了，为什么我没有能力缴税给我自己的族群，甚至给我的部落？所以我都告诉一样，如果现场有这样的，就是有现场有原住民的年轻人，我希望你们是这样的心情，你们的族群、你们的部落我觉得才有可以看得到一些未来。当然，我们也开放啊，现在流行募兵制嘛。如果你很喜欢原住民的文化，也很想要学一些事情，你来学东西，我们开放志愿役一样，就是你看14组任你挑，你要参加哪一个族群？就是你可以，如果有多那种时间，你愿意投入，你也想要去认识原住民文化，那就去啊！我觉得就当做你自己在参加一个服兵役的志愿役的心情这样。对，真的文化是，我觉得是认同，我觉得认同了，他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，甚至可以有办法就透过分享这样的方式，越来越多的影响力。很多前阵子不是都流行什么印度电影吗？对吧？以前对印度的音乐可能都觉得存在那种宝莱坞好像很土啊，可是我觉得流行之后被大家喜欢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它土。我觉得是一种感觉的问题而已。然后我这张专辑啊。也要做不一样的变化，我想要试试看哦。因为可能陈建年大哥会恨我吧，因为我想要把原住民的音乐结合电音。你们听过？